各位家長好，又到咗親子5分鐘嘅時間。親子5分鐘旨在透過5分鐘嘅時間，分享一啲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讓我哋成為各位家長喺育兒路上嘅支持同埋陪伴，提升與子女相處嘅品質，改善溝通。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Sophie， 我係小葉。上一集節目出街之後，都有收到一啲家長嘅回饋，有家長提出一啲疑問，亦都有家長分享一啲成功嘅例子。收到大家嘅分享，我覺得好感動啊！亦都好多謝大家對我哋嘅鼓勵，讓我哋感覺被激勵，更加有動力去繼續堅持做呢一個節目。呢個咧就係阿德勒講嘅鼓勵啊。係啊，其中咧有一個家長嘅分享咧，都好想同大家分享㗎喎。佢咧就講到，你哋入邊提到嘅一啲負面情景，可能已經有發生啦。一啲大啲嘅小朋友咧，可能覺得爸爸媽媽就係咁樣成日鬧，咁家長咧都唔知點樣開始改變好，特別係遇上冇動力嘅小朋友嘅時候，就更加難啦。係啊，我都好認同呢位家長分享，相信好多家長都可能面對緊呢一個情景，而我都係一個媽媽，所以我都好明白，其實爸爸媽媽成日都會做錯嘢，特別係已經慣咗用鬧嘅方式，有時可能真係頂唔順，會鬧咗先，久而久之，小朋友就會形成咗一種刻板嘅印象。不過你相信我，就算已經有刻板印象，其實我哋都係可以改變嘅。正如第11集提到嘅，視犯錯為學習的機會。冇錯，所以作為家長，首先信念感要夠強，然後今集我哋就會講一套好實用嘅工具，我相信好經常都可以用到嘅，就係修復錯誤的3R 原則。呢一套修復錯誤嘅3R 原則適用於父母啦，同埋小朋友。如果想小朋友學識修復錯誤，爸爸媽媽喺日常生活都可以運用呢一套原則，讓小朋友更加容易學習同埋體驗。呢3個步驟分別係：第一個 recognize， 坦然去承認自己嘅錯誤；第二步 reconcile， 透過道歉嚟去和解；第三 resolve， 一齊咧去傾下雙方都願意實行嘅解決方案。爸爸媽媽可以揾一個合適嘅時機，同子女講：我已經思考過啦，知道咧自己可能以前做得唔係咁啱。又或者你可以話：頭先我覺得自己嘅語氣太差啦，可能講咗一啲令你難受嘅說話，對唔住。不如我哋一齊傾下點樣可以令大家嘅情緒都冇咁易失控啊！當父母能夠攞出你哋嘅真誠同埋悔改，通常小朋友都會接受嘅。而喺呢個溝通嘅過程呢，要將焦點放喺解決方案上面，然後大家一齊討論有咩方法可以避免情緒失控呢？例如可以離開現場啦，去積極暫停區，或者大家傾會唔會有一啲手勢或者暗號可以提示大家冷靜落嚟嘅。又或者可以激下對方，令到對方笑，又或者可以幽默一下嘅。而喺呢個溝通過程最重要嘅係主動修補大家嘅關係。就好似一個杯，如果裂開咗，你唔理佢，嗰條裂痕就會越嚟越大啦。當父母都感覺到同子女之間有一條裂縫，咁我哋就要盡快修補啦。最後喺呢一集結束之前，回應返一開始分享留言嘅家長，其實當你問呢個問題嘅時候，已經證明你開始反思緊自己同子女嘅關係啦，亦都思考緊自己嘅管教方式係咪有效。呢個思考會繼續帶領住你成為更加好嘅爸爸媽媽，亦都可以同身邊嘅家長啦、朋友啦傾下喎。咁好多時大家嘅努力激盪嘅呢啲方法都好有用㗎。咁當然啦，學習係一個過程同埋需要時間嘅，可能喺下次面對小朋友嘅一啲行為嘅時候，又會好本能用咗責罵嘅方式。呢個時候可以等冷靜咗，再運用修復錯誤嘅3R 原則，等小朋友都感覺到爸爸媽媽嘅誠心改過，並且願意同佢哋合作。呢一份誠意同埋合作將會成為你哋小親子之間嘅一份愛，令到彼此有更加多嘅包容同埋耐性。相信我，呢個方法唔會一次就奏效嘅，但係只要我哋持之以恆咁樣去做，你就會見到彼此關係嘅改變，以及同小朋友越來越親密㗎喇。
今集親子5分鐘嘅時間呢，又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想繼續知道多啲關於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就請繼續留意我哋嘅下集，再見。